就在妈祖庙的东边，就在月津港南边就是月津港，元宵节港哦，就在月津港北边呢，盐水点心厂南边呢。70年交点变交替。民国44年，还有那个电影胶卷，还有电影检查好像是电检处负责审查影片，比如说准演证，电影需有准演证，只能演出内，演出完毕后，需将准演证一同寄回新闻局，每4年核准一次。以前看电影不容易，电影的产生也不容易。